聖經唔單止係一本書，聖經由超過40個唔同嘅作者寫咗超過1600年，佢哋來自3個唔同嘅大陸，跨越3種語言，希伯來文、阿拉姆文同希臘文。呢啲作者嚟自8個唔同嘅職業：國王、先知、牧羊人、戰士、漁夫、醫生、徵稅人同帳篷製造者。但係點解佢哋嘅語言同時間都係分開嘅零？彼得後書1.21分。聖經由66本書組成，用至少10種唔同嘅文學風格寫成，由末日預言，例如但以理書同啟示錄，到歷史敘事，到詩歌同智慧文學，例如詩篇同箴言，到講道同信件。佢講到人類狀況嘅每個方面：苦難、罪、救恩、正義、死亡同永生、創造。佢嘅內容當中有26.7%係預言性嘅，即係話佢喺事件發生之前宣佈咗事件，而喺呢啲預言性嘅內容當中，超過一半已經發生咗，而且冇其他宗教或者歷史文本敢於支持呢種主張，而另一半仍然係實時展開緊。同下一個最接近嘅競爭對手比較，羅馬嘅伊利亞德擁有大約630份現存嘅手稿，而亞歷山大大帝嘅歷史大約有250份。儘管佢哋嘅文字上有缺口同不一致，但係呢啲手稿仍然受到歷史學家嘅尊重。但係單係新約，佢就有超過36000份現存嘅拉丁文、敘利亞文同其他古希臘文嘅手稿原始事件，同最早嘅稿件相比，有超過99.5%嘅一致性。其他宗教嘅所謂聖書，唔係古蘭經，唔係薄伽梵歌，唔係摩門經，都冇一本可以抵抗歷史完整性或者預言成就嘅審查。例如古蘭經同其他冇聖經嘅歷史文本，都係冇聖經嘅而家，同埋揭開永恆嘅面紗。自從約翰尼斯古騰伯格喺15世紀發明印刷機之後，聖經就一直係地球上最暢銷嘅書，而家仍然保持住呢個地位，而且佢有超過3400種語言，而且每年都會被翻譯成更多嘅書，而且佢做咗啲冇其他書做過嘅嘢，改變咗整個文明，建立咗國家，引發咗復興，解放咗帝國，解放咗奴隸。第一間大學，牛津、劍橋、哈佛同耶魯，都係為咗教同翻譯聖經而創立。呢個唔係偶然嘅，因為佢哋想將聖經交喺普通人手中，而撒旦自此之後就一直憎恨佢，但係佢永遠都係咁。呢本書係活嘅，呢本書會審判活人同死者父同埋聖靈嘅火。